今日呢個故事嘅名就叫做看看誰才是鬼。黃晴捱完一日工，拖住兩條好似灌咗完嘅腳，終於捱到返屋企嗰個小歐門口。但係奇就奇在，成個小歐嘅路燈竟然全部熄晒，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周圍靜到連樹葉跌落地都聽得見，簡直係死靜死靜，連風聲都冇，好似成個世界突然之間被抽走晒所有生氣咁。不過好彩月色都算明亮，黃晴就借住月光，一步一步摸到去自己嗰棟單元樓下，點知正想撳電梯掣，先發現電梯個顯示屏黑晒，原來係停電。佢忍唔住喺心入面鬧咗句：有冇搞錯啊？而家先嚟停電，電力公司搞乜鬼㗎？佢企喺電梯門前，望住黑紋紋嘅樓梯窿，跳樓梯好似一隻張開咗口嘅怪獸，睇唔到盡頭，淨係聞到一陣陳年霉味夾雜住塵埃及鐵鏽嘅氣息。而佢屋企喺13樓，佢收工返嚟已經攰到散晒，家陣仲要爬咁高嘅樓梯，真係諗起都腳軟。佢抬高頭望住嗰條漆黑一片嘅梯級，越望越心寒，個心入面不期然諗起，而家已經係午夜12點，呢個鐘數民間叫做陰時，係陰陽交替嘅時刻。傳聞呢個時候啲遊魂野鬼最活剔，尤其係同電梯有關嘅鬼故，佢聽都聽到耳仔生繭。咩電梯困人啦，咩搭電梯現到多咗個人啦。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地方比電梯更加陰森，就係呢種鮮少人用嘅走火樓梯。而家啲樓全部係電梯洋房，閒閒地10幾20層，邊個會行樓梯啊？所以樓梯長期被冷落，一年都唔知有冇人行過幾次。人唔行就冇陽氣，陰氣自然積聚，牆身又濕又陰涼，角落頭布滿蛛網，地面鋪滿1寸厚嘅灰塵，每行一步都揚起一陣煙，真係行到人心都發毛。黃晴企喺樓梯口，個心15、16，自己一個女仔，三更半夜行13層樓梯，真係諗到都打冷震。但係唔通瞓街咩？於是佢由手袋抄出手機，撥咗個電話俾阿嫲。電話接通之後，佢即係話：喂，阿嫲，小歐停電啊，你落嚟接一接我啦。但係電話裏面傳嚟一陣吱吱吱嘅干擾聲，好似收音機收唔到台嗰種電波雜音。黃晴冇點在意，心諗可能係因為屋企近機場，信號成日俾飛機干擾，呢種事成日都有，好平常啫。佢企喺樓梯口，低頭玩住手機等阿嫲落嚟，大約過咗1、2分鐘，突然有人由後面輕拍咗一下佢嘅背脊，黃晴成個人彈起，擘大眼一睇，原來係阿嫲企咗喺佢身後，佢即刻鬆一口氣，但同時又覺得有啲唔對路，點解阿嫲咁快就落到嚟？由13樓落到地面，正常人行都要2、3分鐘，仲要係黑麻麻行樓梯，佢阿嫲平時行多2層都嗌攰㗎，今日竟然快到咁，仲要無端端由佢背後出現。黃晴忍唔住笑住問：阿嫲，你點解咁快到㗎？仲走咗去我後面，皮一下好開心咩？但係阿嫲嘅面上冇乜表情，木木獨獨，只係發出一下又乾又癟嘅聲音，簡短淡講咗句：走，我哋上樓。黃晴雖然覺得阿嫲今日怪怪地，但係有阿嫲陪住，個心都定咗好多。之前嗰種孤立無援嘅恐懼感即刻散咗大半。於是兩母女一前一後行入樓梯間，佢哋嘅腳步聲喺狹窄嘅樓梯間回蕩，一下一下，沉重又空洞，每一步踩落去都踢起地下厚厚嘅灰塵。灰塵喺手機微弱嘅光線入面漂浮，好似無數細碎嘅幽靈喺半空跳舞。而轉角陰暗嘅地方，間中會飛起1、2隻飛蛾，卜卜聲拍住翅膀撞向牆壁，然後慢慢跌返落灰塵堆入面，又灰浮一片死寂。黃晴一路行，一路覺得鼻腔入面充斥住一陣怪味，似係啲嘢發霉，又似係渠口嘅臭味，重夾雜一陣類似腐肉嘅甜聲。佢終於忍唔住問：阿嫲，你聞唔聞到有陣粒粒臭臭嘅味啊？阿嫲頭都冇回，淨係冷冷咁答咗句：冇啊。把聲平到好似一潭死水，冇高低，冇感情，連呼吸聲都聽唔到。黃晴個心開始有啲發毛，因為佢阿嫲平時最中意囉嗦，一陣話佢事業心太重，一陣又話佢唔拍拖，成日催佢結婚生仔，話邊個邊個同年紀已經嫁咗，邊個邊個仔都生咗2個。但係今晚阿嫲竟然一個字都冇講過，成個行樓梯嘅過程靜到得人驚。黃晴本來應該覺得耳根清靜好舒服，但係呢種反常嘅沉默反而令到佢更加不安，就好似暴風雨前夕嘅寧靜咁。又行咗幾層，
黃晴已經喘到好似鳳霜咁，兩條腿好似綁住沙包，但係阿媽行喺前面，步履輕盈，連大氣都冇抖一下，背脊直挺挺，好似完全冇重力咁。黃晴忍唔住又問：阿媽，行咗咁多層樓梯，你唔覺得攰咩？阿媽突然停低腳步，成個人定喺度，然後慢慢轉過身，面上擠出一個笑容，個笑容好深，深到有啲過頭，嘴角向上彎，但係對眼冇笑意，淨係發出一下乾濕嘅聲音：唔攰啊！黃晴心裏面落噔一聲，因為佢阿媽把聲衝嚟未試過咁樣，好似把聲隔住層膜傳過嚟，好唔真實。就喺黃晴滿腹狐疑嘅時候，佢手上面嘅手機突然震動起嚟，鈴聲喺寂靜嘅樓梯間顯得格外刺耳。佢低頭一睇，個顯示屏上面清清楚楚顯示住阿媽兩個字。黃晴個腦轟一聲，即時抬起眼望向前方，阿媽就企喺2級台階上面，背對住佢，但係阿媽雙手垂低，冇揸住任何電話，而佢自己個電話正正響緊，即係話打俾佢嘅人同眼前呢個阿媽係兩個唔同嘅存在。嗰一下，黃晴全身嘅汗毛豎晒起嚟，後背一陣陰寒由尾龍骨直衝上後腦，佢手忙腳亂撳熄個電話，腳步不其然慢落嚟，甚至開始退後，但係前面嘅阿媽好似感覺到佢嘅異樣，又慢慢轉身，悠悠咁問：女啊，你點解行得咁慢㗎？黃晴口窒窒話：我，但係佢連一句完整嘅句子都講唔出，因為電話再一次響起，催命咁響，一聲急過一聲，屏幕上面仍然係阿媽兩個字。黃晴終於忍唔住，手指一劃接聽，電話裏面傳出阿媽焦急嘅聲音：女啊，阿媽落到嚟啦，點解現你唔到嘅？你喺邊啊？呢一刻，黃晴成個人好似俾雷劈中咁。如果電話入面嗰個係真嘅阿媽，咁企喺佢前面幾步之遙，同佢行咗咁多層樓梯嘅呢個阿媽，究竟係邊個？佢個腦海入面即時浮現出無數恐怖嘅畫面：午夜12點，陰時，磨人行嘅樓梯，怪味，唔喘氣嘅步伐，詭異嘅笑容，全部片段好似走馬燈咁喺眼前掠過。佢忍唔住啊一聲尖叫，成個人塌咗落地，屁股坐喺冰凍嘅梯級上面，背脊挨住濕凍嘅牆壁，瞪大對眼，瞳孔放到最大，死死咁盯住前面嗰個阿媽。個阿媽竟然仲向前行咗一步，彎低身，伸手想摸佢，把聲仍然係嗰種乾癟冇感情嘅語調：女，你做乜嘢啊？黃晴臉色已經青到好似紙咁，一邊退後一邊揮手大叫：你唔好過嚟！你唔好過嚟啊！你係鬼！你係鬼！電話嗰邊嘅阿媽仲喺度喂，但係眼前呢個阿媽突然一個箭步衝上前，一手倉過黃晴個電話，撳咗收線，然後面色一沉，竟然露出一個焦急嘅表情，把聲突然有翻啲溫度，急促咁話：女，電話入面嗰個係鬼啊！快啲跟我跑！講完就伸手想拉黃晴，但係黃晴已經驚到失去理智，用力甩開佢隻手，尖聲嗌：你至係鬼！你至係鬼啊！個阿媽即刻露出受傷嘅神色，語速加快：女，我真係你阿媽嚟噶，你唔記得啦？你細個嗰陣，成日纏住我講故仔，你7歲嗰年發高燒，我背住你行3公里去診所，你12歲第一次考第一，開心到成個攬住我喊，呢啲嘢如果唔係趁阿媽，又點繪知？黃晴聽到呢啲童年往事，個心開始動搖，因為呢啲細節真係得佢同阿媽兩個人先知，但係佢從未決定到信唔信。突然之間，樓下樓梯轉角傳來腳步聲，一下一下，緩慢而清晰，然後一個身影由黑暗入面浮出嚟，竟然係另一個阿媽，無論身高、身形、髮型，甚至連面上嘅痣都一樣。兩個阿媽，一個企喺上面幾級，一個企喺下面幾級，將黃晴夾喺中間，兩個同時開口，上面嗰個嗌：女，過嚟阿媽度，佢係鬼；下面嗰個都嗌：女，過嚟呢邊，唔好信佢，佢先係鬼。兩個把聲一模一樣，連語氣都爭持不下。黃晴企喺中間，雙手住耳仔，成個人顫抖到好似風中殘燭，大聲嗌：停！全部同我停！佢望住上面嗰個先到嘅阿媽，開始逐樣數：你最可疑，我一打電話你咁快就落到嚟，行樓梯又唔喘氣，
望我個眼神又怪，你係鬼。上面個亞馬拼命搖頭，面上終於出現焦急嘅表情，不斷咁話：女，我真係你亞馬，我係你亞馬。而下面嗰個亞馬即刻倉住話：切，女，就算佢係鬼你都唔使驚，我手上面有個八卦鏡，可以收佢入去。講完真係由衫袋拎出一面黃銅八卦鏡，喺昏暗嘅光線下面閃爍住亞馬嘅光。下面個亞馬舉住塊鏡，對住上面個亞馬喝一聲過嚟。上面個亞馬竟然好似被一股無形嘅力量扯住，身不由己咁向前踉蹌兩步。王晴見到呢個情景，終於相信下面嗰個先係真亞馬，於是快步跑落去，躲喺真亞馬身後。真亞馬一手攬實佢，一邊舉住八卦鏡對住上面個假亞馬。個假亞媽面色開始扭曲，五官變形，發出淒厲嘅尖叫，但係仍然不斷嗌：女，我係你亞馬啊！王晴唔敢再睇，合埋眼跟住真亞馬繼續上樓，但係行唔夠兩層，後面嗰個真亞馬突然停低腳步，發出一陣陰陰濕濕嘅笑聲，把聲由低沉慢慢變成尖銳，再變回嗰種乾癟嘅聲線，輕輕喺王晴耳邊講：你真是好騙㗎，居然繪信我係你亞馬！王晴全身僵硬，慢慢轉頭，只見亞馬個樣開始融化，眼珠變公，嘴角裂到去耳根，伸出利爪剝埋嚟。王晴發出最淒厲嘅尖叫：啊！就喺呢個千鈞一髮之際，一道陽光由樓梯間嘅氣窗射入嚟，金黃色嘅光線正好照喺女鬼身上。女鬼發出一下刺耳嘅慘嚎，成個身影開始變淡，好似煙霧咁消散，最後剩低一縷黑煙，同空氣中嘅灰塵混合埋一齊，消失得無影無蹤。天終於光啦！王晴連滾帶爬衝返屋企，一推開門就見到阿爸黑住面坐喺廳度，一見佢就劈頭鬧：你搞乜鬼啊？成晚唔返屋企，電話又打唔通。你亞馬尋晚突然發病，而家仲昏迷緊啊！王晴個腦嗡一聲，望入房就見到亞馬面冇血色咁瞓喺床上，呼吸微弱。佢即時衝埋去，握住亞馬隻手，眼淚衝出嚟。佢終於明白晒，原來尋晚阿媽病發之後，就算自己已經昏迷，個心仍然記掛住個女未返，擔心佢喺黑暗嘅樓梯出事，竟然魂魄出竅，落樓接佢，所以行路唔使喘氣，落樓快到咁。因為嗰個根本唔係肉體，而係亞馬嘅魂魄，係一份超越生死嘅牽掛。而嗰個假冒亞馬嘅女鬼，就係貪圖王晴嘅驚恐同陽氣，想借機奪舍，但係亞媽嘅魂魄一直喺度守護，死都唔肯退讓。王晴即刻抄出嗰面八卦鏡，原來係女鬼留低嘅道具。佢咬咬牙，將塊鏡抌落地，啪一聲碎成幾片。就喺鏡碎嘅一刻，床上亞馬嘅眼皮輕輕跳動，面色慢慢紅潤，呼吸變反平穩。冇幾耐，亞馬終於擘大眼，望見王晴，第一句話就係：女，你冇事嗎？尋晚跳樓梯咁黑，亞馬好擔心你啊！王晴攬住亞馬，眼淚好似崩堤咁流落嚟，又喊又笑。呢一刻佢終於知道，世上最大嘅力量唔係八卦鏡，唔係符咒，而係亞馬對個女嗰份即使昏迷，即使魂魄離體都要落樓接佢嘅愛。呢份愛先至係最光明、最溫暖，足以嘔散一切黑暗同邪祟嘅力量。好了，呢個故事呢就講完啦。民國23年嗰陣時，天下仲係亂糟糟、兵荒馬亂，但喺江北呢個叫做柳溪鎮嘅地方，日子反而過得有份古怪嘅安寧。鎮東頭有間裁縫鋪，鋪面唔大，門口掛住塊褪色嘅招牌，寫住李記嫁衣。鋪入面嘅李掌舉做咗成世嫁衣，手藝遠近聞名，方圓百里嘅姑娘要出閣，都指定要佢親手剪裁嘅紅裝。佢啲鉗線活細緻到好似繡花，啲龍鳳花紋縫上去活靈活現，好似識得飛咁。可係呢3個月光景，鎮上出咗一件駭人聽聞嘅怪事，凡係清理長舉做過嫁衣嘅新娘，唔使100日必定暴斃身亡，而且死狀一模一樣，個個都係穿着嗰件新做嘅嫁衣，端端正正坐喺妝台前面，對住塊銅鏡，臉上凝固住一種古怪至極嘅微笑，嘴角翹起，眼神空洞，但心口處卻破開一個大窿，入面嘅心臟不翼而飛，剩低一個黑嘅血洞，啲血染工咗成件嫁衣，好似一朵喺心口綻放嘅宮牡丹。一時間，
柳溪鎮人心惶惶，日頭未落山就閂實門窗，啲姑娘更加唔敢隨便定做新衫。有人話李長舉俾邪祟上身，有人話佢暗中學咗乜嘢邪門歪道嘅手藝，用戒衣攝人魂魄，取人心肝。李長舉有口難辯，平時熟客擾道行，連街坊都避之則吉。佢間鋪頭生意一落千丈，門口冷過粉牆，3日都冇一個客上門。眼看就要連租金都交唔起，鋪面就快頂手俾人。李長舉晚晚對住嗰堆剩低嘅布頭布尾，唉聲嘆氣，頭髮都白咗幾撮。嗰日傍晚，天色暗得早，烏雲壓頂，鋪子外面颳起一陣陰風，捲得地上落葉打轉。李長舉正想落閘打烊，忽然門簾說一聲被掀開，一個着住月白旗袍嘅女子磨西磨色行咗入來。佢個樣約莫20出頭，五官清秀，但塊面蒼白得過分，好似喺地窖底浸過3日3夜嘅白布，冇半絲血色。佢行路無聲，腳步輕飄飄，好似腳板底唔掂地咁，成個人散發出一種似有若磨嘅寒氣，令鋪入面嘅燭火都搖咗幾搖。女子企喺櫃台前面，微微欠身，把聲又輕又柔，好似從好遠好遠嘅地方隨風飄過嚟。李師傅，我想做一件嫁衣。李長舉心口一緊，手裏面嘅剪刀差啲跌落地。佢咽咗啖口水，硬住頭皮問：姑娘，你冇聽講最近鎮上嘅傳聞咩？好多新娘着住我做的嫁衣，都出咗事㗎。女子引罷，嘴角微微一翹，露出一個尖到幾乎睇唔到嘅弧度，語氣平淡如水。聽講咗，但我不怕。佢頓一讀，又補多句：3日之後我嚟取，戒指你隨便開。講完，佢從袖口摸出一塊銀元，輕輕放喺櫃台上面，轉身就走，動作快得好似一陣煙。李長舉頭嘅時候，門簾已經紡完，人影都冇埋。李掌櫃心入面發毛，拿起嗰塊銀元一掂，入手冰涼刺骨，好似揸住一塊冰。佢就住燭光仔細一睇，當場倒抽一口涼氣，手一松，銀元啪一聲跌喺台面。嗰根本唔係銀元，而係一枚古舊嘅銅剪，上面印滿密密麻麻嘅詭異花紋，中間嗰個方孔邊緣竟然印透出一層暗紅嘅字跡，好似乾涸咗好多年嘅血。李掌櫃頭想追出去嗌住個女子，但鋪外頭空蕩蕩，淨得風吹過巷口嘅嗚嗚聲，邊度仲有人影？佢捏住枚銅錢，成晚坐喺舉台後面，念轉難眠，心入面反反复复想呢單生意究竟做唔做得過？但轉念再想，若果唔做，聽日鋪頭就要執笠，自己幾十年嘅心血就咁付諸東流。佢牙一咬，心一橫，決定搏最後一次。第二日天蒙蒙光，李掌櫃就起身，衝箱底抄出嗰匹珍藏咗成10年嘅正紅錦緞。嗰匹緞子絲滑如水，燭光底下一照，泛出溫潤嘅光澤，係佢當年託人從蘇州帶返嚟，一直唔捨得用。佢鋪開錦緞，拿起剪刀，準備開工，但隻手抖得賴害，剪人喺布面上挖咗幾下都剪唔直。佢起頭望住天花板，忽然想起老竇臨終前捉住佢隻手，氣若游絲咁講落嘅一番話：記住留，俾將死之人做嫁衣，鉗腳要密，線要拉緊，唔可以留一絲縫隙。若果留咗縫隙，嗰啲嘢就會跟住條線爬返出嚟。當時李掌舉年紀輕，聽唔明老竇講乜，只當係老人家臨終前嘅胡話。但呢一刻，佢企喺裁縫台前面，手揸住鉗線，背脊一陣接一陣淡發亮，好似有隻無形嘅手正正搭住佢膊頭。3日3夜，李掌櫃幾乎冇合過眼。佢點起3炷香，拜過祖師爺，然後低頭密密縫。奇怪嘅係，今次做件嫁衣特別順手，啲鉗線好似自己有生命咁，喺錦緞上面穿梭游走，縫出嘅龍鳳呈祥圖案，線條流暢得驚人，連李掌舉自己都忍唔住嘖嘖稱奇。佢一邊縫，一邊覺得耳邊隱隱約約有把女聲哼住一首舊時嘅小調，旋律淒婉又熟悉，但頭四圍望，鋪入面空蕩蕩，只得燭影搖動。到咗第3日深夜，嫁衣終於完工，李掌舉將件衫掛喺木架上面，退後2步一望，嗰件正紅嫁衣喺燭光之下，竟泛出一層幽幽嘅光澤，好似剛剛充血管道流出嘅仙宮，艷麗到有啲邪門，
睇多兩眼都令人心寒。第4日傍晚，天色又係嗰種灰蒙蒙嘅暗，女子準時出現。佢行到木架前面，伸出蒼白嘅手指，輕輕摸過嫁衣嘅領口、袖邊、盤扣，然後點一點頭，嘴角撬起一絲滿意嘅笑意。呵，手藝果然名不虛傳，尺寸分毫不差。佢行入屏風後面換衫，再出嚟嗰陣，成個人簡直換咗副模樣，蒼白嘅臉比正紅錦緞一襯，竟然泛起幾分似有若磨嘅血色，雙眼水汪汪，唇邊含笑，美得驚人，但又美得令人心慌。佢企喺銅鏡前面轉咗個圈，裙擺揚起一陣風，然後忽然壓低聲線，對住李掌櫃輕聲講：李師傅，今晚子時，無論你聽到外面有乜嘢聲音，千祈唔好開門，唔好出街。等到聽日天光，你去鎮西亂葬崗，揾一棵掛住紅布嘅老槐樹，樹底下有嘢留俾你，就當作係你嘅報酬。講完，佢對住李掌櫃微微一笑，轉身揭開門簾，行出鋪外，幾步行落街口，一轉角就消失喺沉沉夜色入面。李掌舉心入面七上八落，好似有15隻吊桶打水。佢早早閂實鋪門，連窗都閂到實一實，但躺喺床上點都瞓唔着，兩隻耳豎起聽外面嘅動靜。子時一到，萬籟俱寂，連蟋蟀都收咗聲。忽然之間，從鎮西方向隱約傳來一陣鎖聲，嗰把聲又尖又細，調子起僵到離譜，但又滲住一股陰森嘅詭異，好似紅白事一齊做嗰種混搭。跟住，女人嘅哭聲，男人嘅西吼聲，仲有類似野獸咆哮嘅低號，一浪接一浪咁衝過嚟，聲音越嚟越近，越嚟越大，仿佛就喺鋪門口停低咗。李掌舉下到縮埋喺被竇入面，雙手住耳仔，大氣都唔敢喘，心口卜卜亂跳，冷汗濕透咗成件衫。佢聽到門外有腳步聲響過，有寵物拖地嘅聲音，仲有斷斷續續嘅冷笑，似有若無，縈繞不散。唔知挨咗幾耐，嗰陣聲音終於潺潺遠去，四周又回復死寂，淨得自己心跳聲嘭嘭嘭，響過擂鼓。第2日天光，李掌舉頂住兩隻黑眼圈，猶豫咗好耐，最終都係裝住膽，執起一把剪刀插喺腰後，行出鎮口，往亂葬崗方向去。亂葬崗喺鎮西3里外，荒草叢生，枯樹參差，平時冇乜人敢行近。嗰日天色陰沉，烏雲密布，風吹過荒草發出沙沙聲，好似有好多隻手喺地下抓撓。李掌舉撥開半人高嘅草叢，心驚膽戰咁揾咗大半個下晝，終於喺一處偏僻嘅斜坡上面見到一棵歪脖子老槐樹，樹皮剝落，枝丫扭曲，其中一枝低垂嘅樹丫上面係住一塊褪色到幾乎變白嘅紅布，喺風入面飄來飄去，似一面招雲幡。李掌櫃行到樹底，發現腳下嘅泥土顏色比周圍深，而且明顯俾人翻動過，鬆鬆散散。佢跪低身，用雙手小心翼翼地爬開浮土，爬到大概1尺深嗰陣，指尖碰到一個硬物。佢抄出來一睇，係一個細細嘅木盒，盒面雕住一朵蓮花，花心刻咗個晚字。李掌舉打開盒，入面冇金銀珠寶，只得一封折得好整齊嘅信，同一枚青白通透嘅玉佩。佢展開封信，上面幾行娟秀嘅小字，寫得工工整整。李師傅敬啟，我名晚良，本係30年前柳溪鎮人，當年被逼嫁給鎮上有名嘅惡霸黃扒皮，花轎行至亂葬崗附近，遭佢同手下截殺，挖心拋屍，暴屍荒野。我怨氣不散，化為賴鬼，徘徊於此，專尋負心薄幸、作惡多端之人復仇。言鬼魂煞人，雖借人間嫁衣為媒，此前3位新娘，皆係不貞不潔，暗中害人性命之毒婦。我取佢哋之心，只為替枉死之人討回公道。昨夜子時，我大仇中報，親手取咗黃扒皮嘅狗命，今怨氣已消，將入輪迴。特留此全家玉佩為證，此玉可鎮邪祟，辟陰氣，望師傅懸於鋪中，可保一方平安。晚娘絕筆。李掌舉睇完封信，雙手抖到幾乎揸唔實張紙，額頭上冷汗涔涔。佢再睇嗰枚玉佩，入手溫潤生暖，同之前嗰枚冰冷嘅銅剪天淵之別。佢將玉佩貼身收好，急急各行返鎮上，
果然聽到四圍街坊議論紛紛，惡霸黃扒皮昨夜暴斃家中，死狀慘過嗰幾位新娘，心口同樣破咗個大窿，血漬滿床。而佢屋企地窖入面，竟然挖出3具女屍，都係呢幾年間莫名其妙失蹤嘅良家女子。其中一具白骨，頸上掛住一條宮繩，繩頭係住一枚同李掌櫃手上一模一樣嘅玉佩。經鎮上老人辨認，正正就係30年前失蹤嘅晚娘。自此之後，李掌舉將玉佩恭恭敬敬咁掛喺鋪子正中央嘅橫梁上面，每日上香拜一拜。講嚟也怪，玉佩掛上去之後，佢間裁縫鋪嘅生意慢慢又往返，姑娘們重新上門訂做嫁衣，冇再出過任何怪事，反而係着住李掌櫃做嘅嫁衣出嫁嘅新娘子，個個婚後夫妻和睦，平安順遂，生兒育女，白頭到老。李掌舉個名又一次響遍方圓百里，但鎮上依然有夜歸嘅人講，每逢月黑風高嘅夜晚，行過鎮西亂葬崗附近，偶爾窺現到一個身穿月白旗袍嘅女子背影，靜靜地企喺嗰棵老槐樹底下，風吹起佢嘅裙擺，佢就咁企喺度，好似望緊遠方，又好似等緊邊個。但若有路人裝膽行近，頭再睇，樹底下空蕩蕩，淨得風吹芳草嘅沙沙聲，同埋遠處傳來嘅幾聲狗吠。李掌櫃一直活到90歲高齡，磨病磨痛，一晚安陽離世。臨終前，佢將嗰枚玉佩傳到個仔手度，用盡最後一口氣，講咗一句說話：記住，呢個世上最可怕嘅從來唔係鬼，而係嗰啲披住人皮，心腸卻毒過蛇蠍嘅人。我哋做裁縫嘅，一鉗一線縫入去嘅，應該係祝福，而唔係詛咒。講完，佢合埋眼，嘴角帶住一絲笑意，仿佛喺朦朧之間，又見到嗰個着月白旗袍嘅女子。終於等到佢要等嘅人，兩個人並肩而行，穿過芳草，行向遠方一片光亮，再冇回頭。而嗰間裁縫鋪一直開到好多年之後，每逢月圓之夜，鋪入面嗰枚玉佩都繪泛出一層溫潤柔和嘅光，照住掛喺架上嗰一件件慘新嘅公嫁衣，安靜溫暖，好似默默咁守候住每一個即將出嫁嘅姑娘，保佑佢哋一生安好。今日嘅故事名叫做《窗外的眼睛》。張女自細就生活喺一個小資家庭，乜都唔缺。佢哋家喺 S 市有5套物業，佢同父母各自住一套，其餘3套出租。喺呢個寸土寸金嘅城市，意味住靠收租佢哋已經可以生活得好好。但張女並唔係一個得過且過嘅人，佢工作十分努力，生活上面唔會一味依賴屋企嘅物業，因為佢自己都有一份高薪厚職。父母中意去旅行，成日出門，所以收租嘅事自然就落喺佢身上。佢哋3套房嘅位置都非常好，只要一上網登出租賃資訊，即刻有人打嚟話要睇樓，所以佢都冇揾地產經紀，全部自己招租，事情一直好順利。不過最近有一套樓嘅事令張女好唔省心。呢套房位於大學城，係1房1廳嘅開放式單位，租金雖然冇另外2套大屋咁可觀，但一直好搶手。以前嘅租客係一對夫婦，一租就6年，後來個老公調返南方老家，下一個租客呢就係個男大學生。其實張女唔太想租俾學生，因為唔穩定，學生最長都係住1年，佢唔想花太多精力喺呢方面，寧願揾個長租穩定，租金平啲都冇問題。好彩呢個男仔係大一新生，因為唔習慣群體生活先至搬出宿舍，男仔屋企都唔缺錢，一口氣簽咗1年約，押一付3交咗4個月租，仲話如果冇意外，呢4年都會住喺度。可未夠2個月，個男仔竟然失蹤咗，係輔導員報嘅警，警察好快揾到張女。不過張女只係見過男仔2次面，乜都唔清楚，最後只能夠將租金退返俾男仔嘅家屬。好彩屋入面冇發現血跡或者打鬥痕跡。張女又開始重新招租，好快有對小情侶揾上門，2個都係大4學生，今年要考研，先簽半年約，若果考研成功再續約。張女因為要出差，急於將間屋租出去，好爽快就同2人簽約，心諗今次至少可以消停半年。可好景不長，張女仲喺南方某城市出差，個女仔就打電話嚟話要退租，似乎好嬲，問原因又唔講就收咗線。張女只好打俾個男仔，
出乎意料嘅係，男仔對間屋好滿意，仲話要續約。張女婉轉同佢講女仔嘅事，男仔突然情緒激動，不停鬧個女仔，說話好難聽。張女唔係多管閒事嘅人，就叫佢哋自己有問題自己解決，唔好麻煩佢。幾日之後，張女出差返屋企，未嚟得切好好休息，警察又揾上門，原因係小情侶中嘅男仔失蹤咗，係女仔報嘅警。因為發生過同樣嘅事，張女變成咗第一嫌疑犯。好彩佢呢排出差，有不在場證明。警方帶嚟女仔嘅口供，話佢同男朋友本來好恩愛，可自從搬入張女間屋，男仔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對佢好冷漠，而且屋企成日出現其他女人嘅痕跡，例如長頭髮同香水味。佢同男朋友大吵一架之後搬返宿舍，返去攞嘢嘅時候發現大門敞開，客廳擺件散落一地，點都揾唔到男仔，打電話又唔通，先至報警。連續發生2次意外，張女間屋喺大學城徹底出咗名，變咗大家口中嘅凶宅，再冇人問津。可張女呢個人出名唔信邪，出差返嚟之後同公司請咗年假，搬入呢間公寓就要睇下問題到底出喺邊度。張女住入去嘅頭2日一切正常，佢覺得前2次意外都係巧合，或者冇幾日嗰2個男仔自己就返嚟。夜晚張女坐喺梳化睇電視，無意間發現梳化縫入面有一個望遠鏡，佢認得呢個係第一個男仔嘅，佢父母當時過嚟執嘢嘅時候留低嘅。張女記得自己放咗喺電視櫃入面，點解會喺梳化度呢？難道係第2個男仔無意間抄出嚟？反正無聊，熄咗燈，張女漫不經心咁攞住望遠鏡對住窗外望去，別說呢樣嘢真係唔錯，睇得特別清楚。雖然偷窺人哋好可恥，可張女似乎從中揾到快樂。隨住望遠鏡移動，一抹美麗嘅身影進入張女視線，係對面樓13層一個靚女，女仔正對住窗做瑜伽，身材纖細，一舉一動都似隻靚天鵝。自從見到呢個女仔，張女嘅目光就冇離開過，佢實在太靚，身上總有一種特別魔力吸引住佢。女仔做完瑜伽之後開始換衫，冇閂燈，亦冇拉窗簾，張女即刻收起望遠鏡，佢仲留有一絲理智，唔想褻瀆咁靚嘅女仔。從嗰晚之後，張女發現規律，每晚8點女仔都會準時做瑜伽，做完之後唔閂燈唔拉窗簾就開始換衫。每逢呢個時候，張女就會收起望遠鏡，心裏卻好奇，難道個女仔唔擔心俾人偷睇？有一日，張女終於忍唔住，決定到對面樓同女仔講，叫佢唔好對住窗換衫，免得俾有心嘅色狼偷窺。怕女仔返工，張女特登朝早去拜訪，可能會俾人秒，可能會挨鬧，可佢寧願自己受委屈，都唔想女仔嘅身體俾人睇咗去。可張女敲咗半日門都冇人應。當佢準備放棄嘅時候，對面嘅鄰居行咗出嚟，係個50幾歲嘅大兄，後生仔，唔好敲啦，嗰間冇人住㗎。大兄捽捽眼話，張女衝口而出，唔係住咗個靚女咩？早就死咗啦，你係佢邊個？大兄問。死咗？張女簡直唔敢相信，佢連續幾晚仲見到個女仔做瑜伽，點解會死咗呢？係眼前個男人呃佢，定係自己撞鬼？見張女唔信，男人講咗件事嘅始末。原本呢度以前住咗個女仔，同男朋友就快結婚，可有一日佢同男朋友親熱嘅時候冇拉窗簾冇閂燈，俾對面樓嘅人錄低擺上網，搞到成件事通天，工又冇埋，男朋友又散咗，女仔一時睇唔開就跳樓自殺咗。聽完男人嘅話，張女唔知自己最後點樣行返屋企。好似3伏天俾人由頭頂淋咗盆凍水，由內到外凍到切骨。呢件事佢以前喺網上都睇過，只係冇諗到就發生喺自己屋企對面。如果當時係佢住呢間房，係咪就可以救返個女仔呢？又到咗夜晚8點，張女不由自主攞起望遠鏡，想睇下對面個女仔到底係人定鬼。只見對面靚女準時開始做瑜伽，佢望落咁真實，一啲都唔似鬼。可就在呢個時候，靚女突然停下動作，目光直直望向張女呢邊。雖然張女閂咗燈匿喺窗簾後面，但此刻佢就覺得嗰個女人望緊自己。靚女忽然笑咗，笑容似鋒利嘅刀劃破皮膚，
從嘴角一直裂到臉頰，露出尖利嘅牙齒。張磊嚇到大叫，靚女好似見到佢驚恐嘅表情，滿眼都係戲謔。佢伸出手對住張磊揮舞，動作唔似方才做瑜伽時咁靈活，僵硬得好似個木偶。靚女嘅房入面唔知幾時多咗兩個人，兩個男人同樣僵直住手臂對張磊揮手。張磊一眼就認出佢哋，正係失蹤嘅兩名男租客。點解佢哋會喺靚女嘅房入面呢？難道佢哋好似自己咁用望遠鏡偷睇靚女，然後過去揾佢？就在呢個時候，兩個男人突然用手撕自己嘅嘴角，撕開嘴角，血流出嚟，可佢哋依舊保持微笑，仿佛好愉悅，好似除衫一樣脫自己嘅皮，直到變成兩個血肉模糊嘅人。張磊再也受唔住眼前一切，大叫一聲暈咗過去。第二日醒嚟，張磊第一件事就用望遠鏡睇對面間屋，此時佢先發現對面個廳空蕩蕩，乜都冇，根本唔似有人住嘅樣。當日張磊就搬嚟嗰度，從此之後唔再招租。至於嗰個望遠鏡，已經俾佢砸爛。半個月之後，對面鄰居報警話成日聞到臭味，警察喺靚女間屋發現兩具腐爛嘅男屍，係張磊曾經嘅租客，兩個人係先後到嗰度自殺嘅，自殺原因不明。至於佢哋點樣入到嗰間屋，就冇人知道。張磊慶幸，若果自己當初都偷睇靚女換衫，而家係咪都應該喺嗰間屋入面自殺咗呢？好啦，呢個故仔就講完。若果你中意，唔好唔記得訂閱、收藏同關注我，多謝收聽。今日嘅故事個名叫做凌晨鬼敲門。呢件事我喺腦海入面來回諗過唔知幾多次，但每一次回憶起嚟，我嘅背脊都會發涼，成條汗毛豎到直一直。呢件事我真係唔知點樣去安一個合適嘅題目。我本身又冇乜嘢文筆，因為成件事嘅開端就只係由凌晨時分嗰幾下敲門聲開始嘅。講起上嚟，都大概係10年前嘅事啦。我屋企喺農村，嗰陣我正係讀中學嘅年紀。那年夏天學校放暑假，每日嘅節目就係孖住成班村嘅細路周圍去玩，捉魚、爬樹、偷人哋田嘅番薯，玩到癲晒。而本暑假作業一個字都仲未喐過，搭喺書台角鋪滿晒塵。嗰排幾日都係烏雲密布，日頭陰陰沉沉，好似隨時會落大雨咁，但就係滴雨唔落，焗到成個村好似個蒸籠。每到夜晚，我就會聽到窗外嘅狂風怒哮，啲風好似有牙有爪咁，將村口嗰排白楊樹吹到哇哇聲，枯枝折斷嘅啪聲此起彼落，偶爾仲會聽到院子入面嘅紅色膠盤被風吹到落咁喺水泥地上滾來滾去，撞到牆角又彈反轉頭。嗰種聲響喺寂靜嘅深夜顯得格外刺耳。但係我躲喺暖粒粒嘅被窩入面，裹實晒自己，淨係露出半個頭唞氣，反而覺得好溫暖，好安寧。我感受唔到外面嗰種刺骨嘅冷風，只係聽到風聲越犀利，我就覺得自己越安全，就好似呢個世界嘅所有風雨都隔住喺張棉被之外，我就係呢個小小嘅宇宙入面嘅國王。帶住呢種莫名其妙嘅安全感，我好快就合埋眼，安然咁墜入夢鄉。瞓咗唔知幾耐，我突然之間醒咗，窗外嘅風依然喺度咆哮，完全冇停過嘅跡象。更加誇張咗，但係我間房嘅窗上面係冇玻璃㗎，因為嗰年農村起屋，好多都淨係喺窗框上面釘一塊厚身嘅透明膠膜，用來擋風遮雨。呢塊膠膜俾風吹到呼呼啦啦咁上下翻動，好似一塊大旗幟喺度飄，有啲細微嘅冷風就沿住膠膜邊緣嘅罅隙，絲絲咁灌入嚟，吹到我塊面涼浸浸。我瞪大對眼，透過房間入面昏暗嘅光線，隱約可以望到頭頂上嗰條粗大嘅木梁，上面嘅木紋因為歲月而變得模糊，甚至可以睇到角落頭結咗一張灰白色嘅蜘蛛網，喺風嘅震動下輕輕搖晃。我就咁瞓喺床度，成個人沉浸喺呢片濃稠嘅黑暗入面，周身唔喐得，只係靜靜咁聽住外面嘅風聲，心中估算時間，大概都已經係凌晨時分。正當我準備翻身再瞓過嗰陣，叩叩叩，大門外忽然響起咗幾下敲門聲，嗰種聲好沉實，唔係風吹竹枝嘅碰撞，而係實實在在嘅指節敲喺木頭上面嘅聲響。我家嘅大門係用老杉木做嘅，冇上過油漆，啲木頭已經俾日曬雨淋到變成灰黑色，表面粗糙，敲起嚟把聲好鈍，叩叩叩，敲咗幾下之後，
大門外面就傳來一個女人嘅說話聲，把聲隔住扇門傳入嚟，有啲朦，但又清晰到每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佢話：文豪嗎？你快啲出嚟睇下，你睇你個仔將我個仔打成點樣？塊面都腫晒啦！我個心落噔一沉，文豪就係我嘅小名，但係我聽唔出門外嗰個女人係邊個，把聲有啲熟，又有啲陌生，可能係隔籬邊個屋企嘅嬸嬸，但係凌晨時分，成條村都瞓晒覺，邊個會喺呢個時候嚟敲門投訴細路仔打架啊？呢樣嘢本身就極唔對路，我嘅直覺即刻拉咗警報。我感覺到大門外面企住一個30幾歲嘅女人，佢身邊仲企住一個7、8歲嘅細路仔，而嗰個細路仔正正就係佢口中所謂被我打到塊面腫晒嘅仔。佢哋兩個就咁企喺門外嘅狂風入面，一動不動。我嘅額頭開始滲出冷汗，我把被窩裹得更緊，成個人縮成一嚿，連條頸都縮埋入去，淨係露出對眼望住黑暗嘅房門口。冷汗已經浸濕咗我嘅睡衣，成個背脊滑潺潺，黐住塊衫，好唔舒服。就喺我驚到心都就嚟跳出嚟嗰陣，隔離房突然傳嚟我阿媽嘅聲音，佢明顯係俾嗰陣敲門聲嘈醒咗，把聲帶住濃濃嘅睡意同不耐煩，大聲喝咗一句：大半夜嘅，嚇鬼嚇神啊！邊個咁無聊？快啲同我滾！我阿媽平時份人好和藹可親，同村入面邊個講嘢都笑面迎人，從未聽過佢用咁凌厲嘅語氣同人講嘢。佢呢句話一喝出嚟，我個心反而更加驚，因為我知我阿媽絕對唔會無緣無故咁發嬲，佢咁大反應，即係話佢都感覺到門外嗰個女人絕對唔係人，至少唔係一個正常人，可能係乜嘢污糟嘢嚟踩場。但係聽到阿媽把聲，我嗰種緊張又慢慢舒緩咗，有阿媽喺度頂住，我個心定咗好多。細路仔就係咁，覺得阿媽係萬能嘅，有佢喺度，天跌落嚟都唔使驚。於是喺阿媽嗰句喝罵嘅餘音入面，我再次合埋眼，帶住一半嘅恐懼同一半嘅安心，好快又瞓着咗，一直瞓到第二朝公雞屙屙叫，天色開始放光，我先至醒返。尋晚嗰件事仲歷歷在目，每一個細節都好清楚。我本來諗住食完早餐之後同阿媽講返尋晚嘅事，但細路仔就係咁，心入面藏唔住事，但轉頭見到台面有碟煎蛋，饞嘴起嚟就乜都唔記得晒。食完飯筷子一掟，又匆匆忙忙跑咗出去玩，同班細路捉迷藏、打水漂，玩到成身汗，完全將凌晨嘅敲門聲拋諸腦後。第二晚風吹得仲更加犀利，成個世界好似被一個巨型嘅風箱推動緊。我家院子入面嗰棵幾十年嘅老槐樹，樹梢被吹到幾乎掂到地面，啲樹枝咯咯作響，好似隨時會斷開。狂風喺村入面橫衝直撞，捲起滿地嘅塵土同落葉，成個天空都係黃蒙蒙一片。我食完晚飯，沖完涼，爬上床，好快就瞓着咗，因為日頭玩得太攰，成個人散晒。正當我瞓到濃濃地嘅時候，我突然被一陣雜亂到極點嘅巨響吵醒。嗰啲聲音混雜埋一齊，有寵物跌倒嘅嘭聲，有瓷器碎裂嘅啪聲，仲有水流到一地都係嘅嘩啦聲。我嘅合睡蟲一下子全部嚇走晒，豎起耳仔細聽，我聽到院子入面嗰個大水缸，即係我哋家用嚟裝食水嗰個陶缸，成個負咗落地，碎裂嘅聲音好清脆，水花四濺。嗰個缸係我阿爸特登去縣城買返嚟嘅，缸底仲裝咗個水龍頭，平時我哋飲水就喺嗰度裝。聽住佢碎裂嘅聲，我已經諗到聽日阿爸會幾咁嬲，但令我真正感到恐怖嘅唔係呢啲，因為我聽得清清楚楚，堂屋入面即係我哋屋企嘅正廳，門窗都閂實晒嗰個廳，竟然傳出物件移動嘅聲響。我聽到放在堂屋角落嗰張長條木凳砰一聲翻倒咗喺地，跟住係台面嘅暖水壺跌落地碎裂嘅聲，再然後係成張八仙台被拖動嘅架聲，就好似有幾個大漢喺度用力推張台，最後仲有一籃雞蛋從高處掉落嘅啪啦聲，入面啲蛋黃蛋白流到一地都係。嗰籃雞蛋係我阿媽啱啱從墟市買返嚟嘅，成20蚊，佢肉赤到不得了。但係我嘅腦海入面閃過一個好清晰嘅念頭，呢啲絕對唔係風做嘅，因為堂屋嘅門臨瞓前係我阿媽親手鎖上嘅，用嗰條鐵鎖鏈纏住門柄，再用把大掛鎖咔嚓一聲鎖實，就算外面嘅風有10級，都冇可能吹得開扇門。
更加唔可能吹得喐張成百斤重嘅八仙台。嗰啲聲響，分明就係有人喺入面搞亂檔。我即刻諗起尋晚凌晨嗰個敲門嘅女人，係佢，一定係佢，佢入咗嚟。我大氣都唔敢唞，成個人僵硬喺床上，連眼都唔敢眨，全身嘅肌肉繃到實晒。我好想嗌阿媽，但喉嚨好似俾人揸住咁，發唔出半點聲音。我淨係聽到自己心臟砰砰砰嘅狂跳聲，喺寂靜嘅房間入面格外響亮。但係好奇怪，雖然我驚到極點，但嗰種排山倒海嘅睡意又湧返上嚟，好似有一雙無形嘅手用力咁冚住我嘅眼皮，要將我拉返入夢鄉。就喺呢種極度恐懼同強烈睡意嘅拉鋸入面，我嘅意識逐漸模糊，又再次跌入咗黑暗入面。第二日朝早，陽光從窗幕透入嚟，我醒咗之後，第一時間彈起身，連拖鞋都冇着，就衝去堂屋。我用力推開門，呆咗喺門口。堂屋入面所有嘢都整整齊齊，嗰張長木凳安安穩穩咁靠牆放好，暖水壺完整無缺咁企喺台面，嗰張八仙台仲係原位，連一絲移位嘅痕跡都冇。而果籃雞蛋更加係好端端咁放喺茶几下面嘅櫃入面，完完整整，一隻都冇爛。我唔信邪，再跑到院子，個大水缸依然穩穩陣陣咁坐喺嗰幾塊紅磚上面，缸入面嘅水仲係滿滿的，龍頭滴水未漏。唯一唔同嘅就係院牆邊嗰棵老槐樹，成棵打橫瞓咗喺度，樹根扯起咗一大片泥土，靠住牆身。我知道呢個係真嘅，係尋晚嘅大風將佢吹倒嘅。除咗呢樣嘢，所有尋晚我聽到嘅聲音、見到嘅混亂，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好似從來冇發生過一樣。我開始懷疑自己係咪有發抑鬱症。農村嘅老人家成日講，呢種情況同發噩夢差唔多，係人太攰，心火盛就會出現幻聽幻覺。但係我個心入面嗰種恐懼感揮之不去，好似有一嚿石頭壓住咁。每一日我都諗起嗰個女人嘅聲音同嗰幾下敲門聲。後嚟我阿爸見棵樹倒咗喺度阻住條路，就揾咗兩個收樹嘅人嚟，用電鋸將棵槐樹鋸成幾段，用拖拉機拉走咗，話賣去做家私。樹冇咗，個院子突然間變得空蕩蕩，陽光直射落嚟，但係我反而覺得更加冇安全感。到咗第三晚，風終於停咗，外面靜到出奇，連蟲叫都冇。我決定今晚唔瞓，要同佢好到天光。我沖咗杯好濃嘅茶，坐喺床上面，打開本書裝模作樣咁睇。但係年輕人嘅身體始終敵不過睡意，唔知幾時我又瞓着咗。到咗凌晨，大約係同前兩晚差唔多嘅時間，我突然之間醒咗，但唔係自然醒，而係好似有人喺我耳邊打咗個響指咁，瞬間清醒。我覺得瞓得唔係好舒服，成個身僵硬晒，於是就轉咗一個身，面向房間入面嗰邊。當我嘅視線由牆壁轉向房間中央嗰陣，我嘅血液瞬間凝固咗，因為我見到對面嗰張空置嘅鐵架床上面坐住兩個人。嗰張床平時係用嚟擺雜物嘅，同我嘅床距離只有1米多少少，近到我可以清楚睇到佢哋嘅五官。嗰兩個人，一個女人同一個細路仔，就咁並排坐喺床緣。我即刻認出佢哋。嗰個女人30幾歲嘅樣，面無血色，白到好似一張紙咁，眼神空洞，但帶住一種幽幽嘅怨氣，直勾勾咁望住我。佢身邊嗰個細路仔7、8歲左右，塊面腫起一大片，嘴唇裂開，眼角有淤青，但佢嘅表情並冇痛苦，反而係一種過分嘅乖巧同平靜。兩母子就咁靜靜咁坐喺度，望住我，一動不動。我嘅腦海轟一聲，即刻諗起第一晚佢喺大門外講嗰句說話：你睇你個仔將我個仔打成點樣？佢哋就係嚟搵我嘅。佢哋跟咗入屋，跟咗入房，而家就坐喺我面前。我驚到連心跳都好似停咗，冷汗好似泉水咁湧出嚟，流晒入對眼，令到我嘅視線變得模糊。但就算再模糊，我都睇到嗰個女人緩緩咁抬起手，溫柔咁摸住佢隔籬個細路仔嘅頭頂，用一種極度平靜但又令人毛骨悚然嘅語氣，輕輕咁講咗一句：你睇我個仔幾乖，幾聽話。我想尖叫，但喉嚨發唔出半點聲音。我想縮向牆角，但成個人好似被1000斤重嘅鐵鏈鎖住咁，動彈不得。我想合埋眼唔睇，但眼皮完全唔受控制。我發現我唞唔到氣，好似有一隻無形嘅手揸住我個喉嚨，空氣入唔到肺。我嘅胸口好痛，
眼前嘅景物開始扭曲，嗰兩拇指嘅輪廓越嚟越模糊，越嚟越暗，就好似有會移動嘅黑霧從四面八方湧埋嚟，濃稠得似墨汁，一層一層咁遮蓋住我嘅視線，最終成個世界變成一片漆黑，我嘅意識亦都喺嗰一刻中斷，完全失去知覺。嗰晚之後，一切就完結咗，再冇敲門聲，再冇怪聲，亦都再冇見到嗰對拇指嘅身影，好似從來冇出現過一樣。後嚟有人話呢啲叫鬼壓床，喺醫學上面解釋係睡眠癱瘓症，係大腦醒咗但身體仲未醒嘅一種生理現象。但係我唔知，我只係知道嗰3晚嘅經歷，每一個細節，嗰個女人嘅眼神，佢摸個仔頭頂嘅動作，同佢講嘅每一隻字，都深深咁烙印喺我嘅記憶入面，呢一世都冇可能忘記。亦都有人問我，係咪做過啲乜嘢犯忌諱嘅事，得罪咗啲咩嘢？我真係諗唔起，可能細個嗰陣唔懂事，喺村入面玩嘅時候，踩過邊個嘅墳頭，或者講過邊句唔老嚟嘅說話，又或者只係我運氣唔好，撞正咗佢哋路過。呢個世界有太多解釋唔到嘅嘢，有啲嘢你唔信，唔代表佢唔存在。有啲門夜晚敲得，你就要諗清楚先好去開，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門外面企住嘅到底係人，定係一啲你唔應該見到嘅嘢。好啦，各位朋友，今晚嘅古仔就講到呢度。我係宇田，如果中意我講嘅故事，記住訂閱、收藏同分享。我哋下一個故事再會，早唞，好瞓，記住閂實道門。今日呢個故事嘅名就叫做鬼唱歌。以前細個嗰陣，我成日聽我三姥姥講佢娘家嗰邊嘅古仔。嗰度係一條農村，但係人口一啲都唔少，人來人往，熱熱鬧鬧。不過就算係咁熱鬧嘅地方，都一樣會有啲古靈精怪、恐怖到令人心寒嘅事發生。就係其中一件事，搞到好多戶人家陸續搬走，成條村由旺變靜，夜晚連狗都唔敢吠。嗰件事發生喺一個夜晚，三姥姥同三老爺一齊去睇我表姨上大娘，但係奇就奇在，邊個會揀夜晚嚟上大娘家？呢個問題三姥姥自己都搞唔清楚，淨係記得嗰晚月暗星稀，風一陣亮過一陣，佢哋跟住人潮去到表姨間新屋，就見到一班人圍埋一堆，個個都喺度竊竊私語。有人話呢排師傅唔得間，有人話夜晚上梁先夠誠心，又有人話其實係因為個日子及唔到日頭。總之講乜嘅都有，啲議論聲好似蚊叫淡嗡嗡嗡，加埋四周黑文文嘅田野，總係有啲唔多對路嘅感覺。表姨一見到三姥姥，即刻笑到見牙唔見眼，嗌咗句：喲，三娘你嚟啦，快啲入嚟坐，清進清進。新屋入伙，擺咗幾圍酒菜，大家食飽飲醉之後，表姨熱情到無論如何都唔肯放三姥姥走，死話要佢哋留宿一晚。三姥姥睇個天，已經大約夜晚11點，農村地方冇路燈，條路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如果摸黑行翻去，真係隨時會踩空跌入水渠。於是盛情難卻之下就答應留低。表姨將佢哋安排喺4樓第4間房，而表姨同姨夫就瞓喺隔籬第3間房，中間淨係隔住一幅牆，連對面打個噴嚏都聽得清清楚楚。間房雖然新簇簇，但係總係有浸新裝修嘅味，混合住石灰同油漆，聞耐咗有啲頭昏腦脹。三姥姥同三老爺執拾好之後就上床歇息，但係三姥姥念轉反側，點都瞓唔着。可能係換咗新地方，又可能係因為夜晚食得滯，個肚有啲郁郁痛。就係啱啱過咗12點，樓下大堂個老鐘當當當敲響12下，把聲沉悶而悠長，喺寂靜嘅夜裏面傳得好遠好遠。三姥姥覺得人有三急，但係又唔知側所喺邊，於是焗住推醒隔籬嘅三老爺。三老爺朦朦朧朧坐起身，揉住眼話：做乜事啊？3更半夜。三姥姥話：我去側所，你陪我啦。三老爺冇辦法，只好着翻件衫，拎住個電筒，陪佢行出房門。走廊好長，燈又暗，電筒光柱掃過去，牆上面嘅影子拉得又長又扭曲。行到最靠近樓梯嘅位置，終於見到側所門。三老爺企喺門口話：你入去啦，我喺外面等你。三姥姥推門入去，側所入面有塊大鏡，佢擰開水喉洗咗把面，凍水一掂面，個人即刻醒神晒。但係就喺佢抬起眼望鏡嘅時候，佢隱約見到身後多咗個人影，一個女子，着住白色連衣裙，
企喺佢背後唔夠3尺，個樣好靜，五官精緻到好似畫公仔出嚟啖。但係三姥姥都未來得及反應，鏡入面嗰個靚女突然間七孔流血，頭髮散開，面型扭曲，變成一張腐爛到見骨嘅面，對眼珠突咗出嚟，死氣沉沉咁盯住佢。同一時間，一股濃烈嘅血腥味由後方衝過嚟，好似成桶血倒咗喺地上，嗰陣味腥到令人作嘔。三姥姥猛回頭，就見到一個身穿爛白裙、披頭散髮嘅女鬼企喺佢面前，雙手已經腐爛到現到白骨，指甲又長又黑，直直咁向佢條頸合過嚟。唔好啊！三姥姥忍唔住尖叫出聲，把聲淒厲到劃破成個夜晚。三老爺喺外面聽到，即刻撞門衝入嚟，一手扶住三姥姥，一邊急問：你做乜嘢啊？叫得咁大聲，發生咩事？三姥姥成個人軟晒，指住前面話：有鬼啊！有個女鬼想嚇死我。三老爺周圍望，側所入面除咗佢哋兩個，乜都冇，水喉仲滴緊水，鏡入面得返佢自己嘅倒影。佢話：邊度有鬼啊？你眼花姐，快啲去完反房啦！三姥姥心入面又驚又慌，匆匆忙忙解血完之後，一路行反房，一路覺得後背涼浸浸，好似有對眼一直喺暗處望住佢咁。但係三老爺就話佢多心，叫佢唔好亂諗。返到床上，三姥姥合上鼻，但係無論佢點樣合埋眼，個心都係嘭嘭聲跳，腦海入面不斷重播鏡入面嗰一幕，嗰個由靜變爛嘅女人樣，嗰股濃烈嘅血腥味，嗰隻腐爛到見骨嘅手，真係太真實啦，唔似係幻覺。佢反嚟覆去，由12點碌到2點幾，就喺佢開始有啲睡意嘅時候，忽然之間，一陣幽幽怨怨嘅歌聲由走廊盡頭飄過嚟，把聲好輕好細，好似隔住層紗，又似係由好遠好遠嘅地方傳嚟。但係歌詞清清楚楚，唱住一句：有因你要早死。翻嚟覆去淨係呢一句，好似留聲機配咗咁不斷重複，把聲淒涼到入骨，聽到人由頭凍到落腳。三姥姥豎起耳仔聽真啲，發覺個歌聲好似係由側所嗰邊傳過嚟。佢即刻搖醒三老爺，壓低聲線話：喂，你聽唔聽到有歌聲啊？好淒涼。三老爺瞓到朦朦朧朧，側耳忍咗一陣，話：邊度有聲啊？根本乜都聽唔到，你發神經啊？快啲瞓啦！三姥姥急到話：有啊有啊，你聽唔到咩？嗰首歌唔係喺度唱緊咩？三老爺不耐煩話：咩歌啊？我淨係聽到鳳聲同狗吠，你再嘈我真係嬲㗎。講完就翻轉身，唔再理佢。但係三姥姥點都瞓唔着，個歌聲越唱越清晰，越唱越近，好似由走廊一路飄到房門口。佢終於忍唔住，自己爬起身，着上拖鞋，輕手輕腳打開房門。走廊空蕩蕩，暗黃嘅壁燈閃下閃下，個歌聲就喺前面引路。三姥姥一步一步跟住行，一直行到側所門口，個歌聲突然停咗，四周靜到連滴水聲都冇。佢猶豫咗一陣，最終鼓起勇氣，伸手推開側所門。門啊一聲打開，月光由氣窗射入嚟，照住入面嘅情景，只見一個女鬼懸空飄喺半空，白色連衣裙上面沾滿鮮公式嘅血，血仲一滴一滴咁由裙腳滴落地下，然後佢個胸口慢慢裂開，心臟、肝臟、腸臟一樣一樣跌出嚟，跌落地發出啪嗒啪嗒嘅悶響，散發出溶郁到化唔開嘅腐臭味。個女鬼慢慢轉過頭，面上面嘅皮肉一塊塊剝落，露出底下嘅頭骨。佢用一對空洞嘅眼眶望住三姥姥，然後伸出嗰對腐爛見骨嘅手，發出尖銳到刺耳嘅嘶叫：我要你償命！成個身影就向三姥姥飛撲過嚟，雙手死死咁合住三姥姥條頸，指甲陷入肉裏面，血即刻滲咗出嚟。三姥姥覺得呼吸越嚟越困難，眼前開始發黑，但係就喺嗰一刻，佢猛然認出咗呢個女鬼嘅面容輪廓，雖然爛咗大半，但係眉骨同面型竟然同三老爺以前死咗嘅原配鄭夫人一模一樣。三姥姥個腦轟一聲，即時諗起好多年前嘅一單舊事。原來呢間新屋嘅地底正正就係鄭夫人嘅墳墓所在，但係起樓嗰陣有人貪方便，竟然將個墓剷平咗，連骸骨都唔知丟咗去邊。而鄭夫人當年嘅死其實同三姥姥有關，嗰陣三姥姥後生，同鄭夫人爭鳳呷醋，一時衝動推咗佢落井。
之後對外就話鄭夫人自己跌親，就咁不了了之。三姥姥以為件事已經過咗幾十年，冇人會再追究，點知鄭夫人嘅冤魂一直留喺原地，就算憤怒被剷，怨氣都冇散過，反而積聚得越嚟越重。等到新屋起好，等到三姥姥親自踏入呢個地方，先一次過爆發。女鬼一邊掐住三姥姥條頸，一邊喺佢耳邊低吼：你害死我，仲要拆我間屋，今日你同你老公都要一齋死，一命填一命。三姥姥想叫又叫唔出聲，淨係不停流淚，個心入面充滿咗後悔同恐懼。佢知道殺人填命係天經地義，但係佢唔想連累三老爺，可惜一切都太遲啦。最後三姥姥點樣爭退，佢自己都講唔清楚，淨係記得天光嘅時候，佢同三老爺灰頭土面咁離開咗表姨間屋，之後冇幾耐，三老爺就無端端病倒，睇極醫生都睇唔好，身體一日差過一日。最後唔到半年就離奇過咗身，三姥姥亦都鬱鬱不歡，成日喺夜晚聽到嗰段歌聲，成日見到白色嘅影子喺窗前飄過。而表姨一家因為間新屋成日出怪事，又係夜晚聽到歌聲，又係啲物件無端端移位，最終都頂唔順，一家大細搬走咗，間屋就咁丟空咗。歲月流逝，嗰座曾經充滿笑聲嘅新屋，而家變成一棟陰森森、孤零零嘅空樓。矗立喺荒草之間，牆身剝落，窗門破爛，四周瀰漫住一股令人唔想靠近嘅氛圍，好似成間屋都被一層灰蒙蒙嘅怨氣罩住。日頭行過，都覺得陰風陣陣，夜晚更加唔使講。有人話，每逢深夜12點，經過嗰度都會聽到一陣淒涼到入心入肺嘅歌聲，唱住同一句歌詞，反反复复，把聲似怨似泣。有人話係鄭夫人嘅冤魂仲未肯走，仲喺度等緊一個公道。有人話係三姥姥嘅魂魄被鎖咗喺度，永遠都走唔甩。總之眾說紛紜，但係冇一個人夠膽去求證。嗰座屋就好似被時間遺忘嘅角落，靜靜淡立喺雜草叢中。每逢風起，就傳出嗚嗚嘅風聲，急雜住一兩下似有約磨嘅吟唱。人們都話嗰係鬼喺度唱歌。好了，各位朋友，呢個故事呢就講完啦。